睇影片前記得撳埋個鐘仔啊！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多謝。めちゃめちゃ君のこと大大好きだもんシナモンももももシナモンだもん僕はシナモンふざけじゃないもん男の子の恋なだもん甘いの可愛いの大好きだもんキラキラスイートジー大家好，今集台中不無聊 EP2帶大家去台中大坑人氣溫泉勝地日光溫泉度假酒店，佢有當地政府認證溫泉標章，有呢塊牌就係純天然優質溫泉，信心保證，好啱足不出戶喺裏邊 hea 返一兩日。酒店有齊玩樂設施，再去台中育才北路吃喝玩樂，聽聞媲美台北西門町咁熱鬧。好啦，各位團友，我哋立即出發。有朋友話去台灣玩咪即係返大陸，我就覺得幾個角度睇，坐飛機去先，機程大約70分鐘，幾啱快閃旅行。對於工作忙碌香港人嚟講，星期五晚收工夜機去，星期日早機返，機票買到快閃優惠500-600蚊左右，淡季800，旺季1200蚊起步。使費方面，我呢兩集食住價錢環境質素分享俾大家睇下。到台中機場電話叫 Uber 去日光溫泉，價錢270蚊港紙，車程大約30分鐘就到。説一聲，我哋嚟到台中日光溫泉會館，呢度主打優質碳酸氫鈉美人湯，泉水來自大坑天然 ，pH 值約7.6，水質無色無味。5星級溫泉酒店，溫泉有分男裸浴、女裸浴、男女混合、親子湯幾個。房間 check in 時間下午3點，check out 時間早上11點，一齊上房間簡單睇一睇。上房間坐 lift 上2樓，出 lift 有部飲水機，因為房間裏邊冇樽裝水提供，大家留意返。房入邊唔算好大，拉個全景俾大家睇下。雙人床一張，浴室同床中間有對趟門分隔開，叫做有少少乾濕分離。床單被鋪白雪雪，都算乾淨。入去浴室睇下，有一個雙人大浴缸，側邊企缸有張凳俾你坐，坐喺度沖涼有啲日本 feel。窗外邊景觀係山林景。問過樓下職員，房間入邊係咪出溫泉水？佢話只係普通熱水。如果想浸溫泉水，要去溫泉區。浴室另一邊梳妝鏡、洗面盤正常發揮啦。沐浴露、護髮素、風筒都有提供，但係牙膏、牙刷、剃鬚刀一次性用品就冇提供，大家留意返。馬桶就呢隻多功能式。行李架、衣架啲基本嘢實有，拖鞋厚身都幾 OK， 可以着落去溫泉區。台面水煲、小零食、咖啡、茶包基本嘢有齊。下邊雪櫃幾夠凍，裏面啲飲品係可以飲，房費已經包咗。當日5月1號係公眾假期，呢間房1000蚊，包無限浸溫泉，第二日自助早餐2位，值唔值得？大家睇完喺下邊留言講下你意見。睇完房間，我哋即刻出發浸溫泉，男女全裸浴場，我就一定拍唔到俾大家睇。合家歡大眾溫泉區就拍得。溫馨提示：要着泳衣泳褲先入得，唔記得帶嚟咁點搞呢？酒店可以買到，大家放心。入溫泉區之前，拖鞋要放喺門口鞋櫃。入到去大眾區，酒店牆上邊有提示。每個泉幾多度，有幾熱，浸溫泉安全事項，大家得個知字就得㗎啦。拉個近鏡俾大家睇下，泉水清唔清，係咪真係出晒煙嗰隻？古代啲武林人士如果受咗內傷，浸溫泉療內傷，行氣活血，都真係幾舒服。大眾溫泉區有幾個唔同溫度池，由20度到40幾度。
水力按摩床、禁制出噴射水柱揼下背脊，仲有排毒玫瑰鹽俾你擦身再去濕蒸。大人小朋友都啱玩，大人全身舒緩放鬆，小朋友見到咁多水池一定好開心。浸完溫泉，傍晚我哋留喺日光中菜廳晚飯。餐廳外圍同房裏邊掃一掃俾大家望下，佢有幾間細房，裏邊各自同時招呼2至3台客人，環境幾安靜，真係傾偈都細聲啲。餐廳提供1個晚飯套餐7道菜，加上甜品、生果、白飯同新鮮果汁冇限量，圍到150蚊港紙一位左右。晚飯一開始就上一個燉湯，牛蒡排骨湯，湯頭色水幾深，味道濃，足料合格可以。餸菜都係2人份量，呢餐300蚊。前菜3色拼盤，比較好食醉雞卷，玫瑰露未食已經聞到，夠凍肉質幾嫩好食。其他2款素菜冇太大驚喜，正常發揮可以食下。椒鹽香菇呢份炸物好香同酥脆，菇菇心保留到濕潤感覺，呢個得一食就停唔到系列，好食。其他菜式味道同質素我會比合格再高分少少。成餐叫有齊海鮮，有肉有魚，但係份量我覺得太少，每樣食1嚿2啖就冇，每一碟感覺都係淺嘗，飯量少嘅朋友會啱啲。睇返個價錢同環境，性價比我覺得僅僅合格。酒店仲有個休閒區俾大家玩，裏邊有乒乓波、足球機、桌球、按摩凳、兒童小天地等等，全部都唔需要額外俾錢，買酒店房已經包咗。窗外邊景觀係大眾溫泉區，咁我覺得呢啲設施偏向原始，唔係現代化嗰啲電子遊戲機。不過對於長期玩電話新一代大小朋友嚟講，能夠放低部電話，一齊玩下球類、智力活動、返老還童，同屋企人朋友互動溝通多啲，開開心心一齊玩，影下相都唔錯。休閒區除咗玩，仲有幾多嘢食。頭先晚飯食唔飽，去旅行我又鍾意食宵夜，又想飲返杯，咁啱佢有部自動調酒機。自己揀好飲品去櫃袋俾錢，佢會俾個杯俾啲冰你，仲有張 QR code 卡片，掃一掃部機就會自動調杯走出嚟，仲有部煲公仔麵機，再叫啲雞翼、腸仔、薄餅，呢個宵夜我覺得豐富過頭先晚餐，大家點睇呢？第二朝瞓醒再浸溫泉之前，去酒店花見西餐廳自助早餐醫肚，房費已經包咗。環境幾大，有落地玻璃睇到出邊風景同聽到雀仔聲。自助區感覺好多嘢食，我哋一齊出去睇下。現沖肥牛片，一早就打邊爐。葡撻一大盤，焗雜菜、麥樂雞。自助車仔麵檔有一啲菇菌、蔬菜、米粉、油麵、王子麵。菇菌排骨湯，湯頭色水對版，而且料都幾足。早餐當然唔少得食麵包，有方包同幾款口味餐包仔，旁邊有焗爐焗翻熱。牛油果尖藍莓醬，鍾意邊種口味自己攞。早餐鍾意食蔬菜朋友，餐廳有提供自助沙律吧，食材同醬汁種類都算幾多。飲品方面有幾部咖啡機，口味都幾多，豆漿、鮮奶、鮮果汁都有提供。比較特別有部特製果茶機，口味勁多，
最正係可以揀唔要糖或者要幾多分糖，啱晒追求健康朋友。仲有成行唔同款式點心、燒賣、牛肉、小粽、麻油菇、腸仔、唔同煮法雞蛋等等，展示咗1/3食物俾大家參考。餸嘅自助早餐嚟講，我覺得滿意，多嘢食，好正。嗰招最正就係呢個葡撻，唔算太甜，熱辣辣，酥皮脆，個餡好滑，真係幾正。放假過嚟台中玩，浸下溫泉嘆世界，喺呢個環境食飽早餐，再去浸多次溫泉。留言喺下邊講下，你又鍾唔鍾意咁樣玩溫泉酒店呢？噓一聲，我哋離開溫泉酒店，我哋去育才北路玩。呢度係一個非常核心年輕人熱門聚集地，附近好多大型商場，中友百貨、台中一中，屬於一中商圈精華地段，類似台北西門町，聚集唔少潮流餐飲、人氣排隊名店，例如屋馬燒肉、韓式炒雞食到飽、甩鍋雞等等，好多放題場。團長就去元祖級珍珠奶茶春水堂試下。台灣飲茶界始祖級春水堂，門面古色古香，充滿文人氣息，發明珍珠奶茶就喺呢度。店裏邊掃一掃俾大家睇下，仲有張點餐紙同埋今餐張單，清楚價錢一啲。香港雅蘭都有春水堂，我哋對比一下價錢。用電話碌下雅蘭春水堂，一杯價錢大約30幾蚊。我哋台面嗰兩杯現場飲90蚊台幣，大約23個半港紙，慳返10幾蚊一杯。我點咗呢幾份，同大家一齊試下。牛肉麵記得一定要加酸菜先係靈魂，麵質幾彈牙，湯底濃郁，偏向自然味道。牛肉半筋半肉，炆到軟身入晒味，的確係正宗，好食一啲。饅頭表面炸到金黃色，夠酥脆，入邊白雪雪幾鬆軟，將煉奶慢慢搽上去，等佢滲入饅頭入邊。呢種邪惡食法真係減肥最大敵人，食完再減，食咗先算啦，正啊！其他麵包吐司、鹽酥雞水準質素同香港春水堂出品差唔多，整體食物飲品比香港價錢平咁多，有機會嚟到一定要食多1-2款。今集分享嚟到呢度，鍾意今集介紹請幫影片點個讚，訂閱團長日記頻道，分享俾你最好朋友睇，話俾佢聽原來台中日光溫泉會館咁正咁抵玩，有好玩好食，團長第一時間分享俾大家。有你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收睇，拜拜，我哋下集見。